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最近呢，因为即个立法院的审查即个预算公司的预算风险，所以足侪公运站开始出声来支持公司，讲公嗨，司的重要性。咱的即个立委呢，陈玉珍呢，去讲即个叫艺文界的人爱收起讨饭的话，嗨，互即个建业界的人呢，足倒弹的。所以有一嗯嗯，寡平常时较少讲政治的即个艺人呢，嘛走出来讲话。所以嗨，我就想要来做即集的，因为足侪人呢，就介意摕即个英国的 BBC 含台湾的公司来做比较。我想讲，就来做即个讨论，因为因两个拢是用公众的钱来经营的即个公众媒体，来嗯，讲因的即个优点、欠点，含即个经营的挑战。好，先讲一个背景吼，就是 嗨嗨，BBC 伊是伫即个20年代成立的，所以伊哇差不多已经超过100档啊。哇，伊伊其实本来呢是一间私人的公司嗨，来做广播的，嗯后来伫即个差不多1927年呢，转变做即个公立的，嗯，所以伊是全球上老的即个广播电台。啊，嗨嗨，以即个电视来讲呢嗯，BBC 阁是目前英国上侪人看的即个电视台。嗯目前呢，其实伊的即个收看率吼，一直有咧降嗯，毋过即马也是阁有一半的人口有咧看。哦，对，啊，煞来来讲，先来讲即个钱啊，因为开头就讲着即个预算对，啊，BBC 的伊的钱是倒位来的呢？吼，嗯就是伫英国长期有咧住的人就知影讲，每一档就有一张批来叫你来纳一个物件，叫做 TV license fee。对，就是讲呢，恁兜只要是有接即个电视的线，就会转电视的 Live TV 来看，你嗯嗯，着爱纳一个费用。我记得对，这是一档差不多百得要到170遐，差不多嗯就是新台票6、7千箍。伊嗯嗯，迄算是一个税金，所以你若无纳是违法的，会互哦罚钱。哦哦，哦，嘿，所以伊靠安尼去收，即部分的收入差不多是一档36亿磅。哦，还嘛真济呢，嘿，对对。嗯当然讲即个 BBC 嘛有其他的收入啦。伊伫嗯嗯嗯最近20档有独立一个分公司出来，叫做 BBC Studio。嗯，伊共斗做即个制作发行，就是伊本来就有伫因公司内底就有替家己的团队做制作较发行，伊对，甲独立出去，甲替其他的人做，来嘿。收钱。阁有比如讲甲因的即个电影片甲开放，甲租互别人，嗯哼，去拍因节目。对，阁有即个去卖因的节目的即个海外版权。嗯，遮的逐档的收入差不多是将近20亿，嗯哼哼，所以伊一档的总收入差不多是50几亿就对啊。嗯，真真诶，对。毋过呢，才有一点会来讲解，就是最近呢，一直有人咧讨论即个 TV license 的问题啊。因嗯，为 Netflix 顶的平台，愈来愈少人去纳即个 TV license fee，就嗯哼，甲因兜的电视绑起来就对啊。嘿嘿，所以呢，旧年就少差不多减差不多50万的家庭纳即个 嗯，license fee。嗯哼哼，所以呢，阁有种种的问题啦。所以即几年呢，英国的国会已经决定讲即个税呢，惊若要收到2027年尔。嘿嘿，了后呢，BBC 就要叫伊去找钱啊。哦，毋过我感觉 BBC 以后可能会收 Netflix 即款方式，就是你爱付钱，你才有法度看，因为遮是做者电视伊一拍开，伊就有迄个 App。嗯。因为你用一个 email 你登入去哩，伊嘛袂甲你问讲嗯哼哼。你敢有拿 TV license。
因你得当看。为你看迄、个，因为你看迄个 live stream，伊毋是你看伊的迄个平台，迄毋是 live stream 的啊，哦，所以毋对对免对对。纳钱。对，哦嘿哦嘿嘿，哦哦，原来是安尼。啊，毋过我感觉以后嘿，应该就是会收以即个方式啊。有即个是有即个讨论无毋对，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伊嘛讲，因希望即个因 BBC Studio 的收入，就是替人做制作发行的即个部分的收入，嘿。会变会 double 安尼。啊，因若哦。真正 double，就是因就会当 cover 一寡迄落减少的即个税金这样。嗯哼哼哼哼哼。嗯，对。嗯。啊，所以拄则讲到即个2024年的收入差不多是54亿磅嘛，安尼伊嘿嘿。的支出咧，BBC 2022的即个支出是60亿，就嗯嗯。等于是伊差不多到了6亿安尼。嘿嘿嘿。啊，伊即个费用是咧开伫倒啥物所在呢？伊是就是摕来支持伊即个英国公共电视台，就是 BBC 的经营。嗯。啊，BBC 咱常听着就是电视含电台嘛，对。啊，毋过伊其实足济哦，伊有9个电视台，10个哇。10通的即个电台，啊，佫嘿嘿。有即个网络的资源。嗯嗯嗯。拢是有即个费用来去支出，而且 BBC 伊嘛毋是只敢若伫英国播出，伊佫有哦，伫 对。BBC World Service，伊佫有 BBC World Service 用全部40几种诶语言伫即个全球去播出，包哇，括因诶即个 Welsh，对，哦。哼哼哼。嘿。啊，因家己诶网站面顶是讲，因为有即条收入，互因会当毋免做广告，所以你看诶时阵毋免看着广告，哦，啊嘛对对对。毋免受着即个震动含私人公司来影响因诶内容，哦。因为因嗯。着无需要即个投资含捐钱嘛，对毋对？嘿。对。啊，毋过大家讲一个趣味诶，即个fun fact，就是吼，冷战时期即 BBC 播出诶即个内容呢，嘛嘿。拢是有经过审查诶，吼。哼哼哼。啊，所以毋过迄就是迄个时代背景诶即个必然啦，嘿吼。嘿嘿嘿。啊，遮咱会当来看即个公司比较一下。哼哼。啊，公司出现的契机是啥呢？其实伫1973年的时阵，都有公共电视台的讨论，啊，毋过这历史伤长啊，就是大家伫，对，我就是遮尔贫惰，大家伫 wiki 都拢找会着。啊，毋过我毋是搁小可讲一下，就是1982年的6月份，行政院新闻局成立广播电视未来发展委员会，啊，邀请学者专家研究免啊成立一个公共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啊，伊这嗯哼算是甲一寡节目外包互其他的厂商，啊，毋过伊就是甲遮个厂商统进啊变做公共电视，所以公共电视就是等于遮个外包商，伊无家己的电视台，哦，啊，伊做的哦，节目就是互华视、中视甲台视去放安尼。嘿。嗯哼哼，啊，第一个节目逐个可能有听过，啊，若较少年的你会当去找一下，就是有一个节目叫做《逐个来读三字经》。哦，这是1984年的时阵伫中视播出诶。嗯嘿。哼哼哼，啊，差不多到因为迄当阵搁伫戒严诶时阵，诶，嗯哼哼。戒严，对对对。对啊，对啊，我嘿。已经感觉有听着李艳秋伫遐讲伊的字的声啊。嘿，所以伊即段时间，因虽然有伫讨论，啊，毋过拢无真正甲即个电台做出来，是甲一直嗯哼，嗯哼，甲1996年的9月份，就是已经解哼哼，严嘛，啊，一群关心嗯哼，公共电视的学者、专家啊、文化界的人组成一个公共媒体催生联盟。
所以透过因支持公共电视的力量呢，和即个公共电视法通过。啊，伫1997年5月31号，就是因为遮民间的团体一直无放弃游说，啊，甲立法院做密切的政治协商，所以迄天三读通过公共电视法。啊，毋过就是要求公司伫2002年7月禁止袂当制作新闻。我毋知有啥物是即个时间啊，反正就是安尼。啊，到尾就是公共电视台甲法师做伙，算是合作伙就对啊。啊，毋过因的资源是做伙分享的，啊，毋过就是有两个电视台安尼。所以伊的起步比 BBC 晚足济呢。系啊，换差不多90档，95、70档。哎哟，对，70档，因为台湾啥物代志拢爱等咱先即个改严，才有法度真正变成一个正常的、较正常的国家，无完全正常，啊，毋过嘿，所以伊的收入咧，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年度补助，就是根据无共年份，政府和公司的补助拢无啥共，啊，毋过差不多拢伫10亿左右。啊，第二个就是广告收入，虽然讲公共电视台，啊，毋过伊嘛是一定会有伊的广告收入，啊，即个收入的部分呢，通常会占收入的15%至20%左右。啊，第三呢，伊嘛会制作一寡节目去卖互别的平台，也是透过合作甲赞助的方式，摕着收入安尼，嘿。啊，遮差不多伫2023年，伊的总收入是34亿。啊，公司阁有一寡姊妹电视台啊，基本上全球的公共电视台拢算是公司的姊妹电视台，是有 NHK 即款的。所以伊的总收入是30几亿，嘿，34亿。啊，英国的总收入嘛是30几亿，毋过是英镑，等于是差40倍啊。哇，差真济呢。对啊，BBC 运作大足济。我有算者哦，英国政府呢，伊投入 BBC 的税金差不多占伊的 GDP 的0.18%，就是要0.2%吼。啊，即个中华民国政府哩投入去公司的即个税金差不多占 GDP 的0.011%。以占 GDP 的比例来讲，英国政府投入的资源是台湾的15倍，咧做这个公家的电视台。哇，15倍，而且是英镑诶。对，就是用这个英镑来算，就是15倍。对。哇，对，系啊。啊，煞来讲着种即个 BBC 又开遮济钱，伊效果如何？当然 ，BBC 即马是算是英国上济人看诶嘛。啊，因为伊有即个30档高霸占市场即个优势，伊头起升诶30档啊，拢是敢市场上敢若 BBC 通看尔。系。啊，煞来呢，加上讲伊投入伊的税金即个额呢，相对较济，堪台湾比啦，所以伊一直拢是即个英国的头一名。对啊。而且伊是一个全世界拢知影的一个媒体品牌，伊的网站又嘛诚济人咧使用。所以，比如讲你若要看国外即英文新闻嘛，足济人的第一选择毋是 CNN 就是 BBC。这无法讲，大家拢知影嘿。毋过我想要讲的是，我感觉 BBC 伊偌大，大家可能拢知影啦。吼，比如讲伊家己的办公室改去即个 Manchester 的是曼彻的时阵啊，
嘛改变一个万社的即个人口的结构。哦，对，嘿，对啊，你知影有偌大。对对，嘿，嘿，毋过我以即个21世纪的 BBC 来讲啊，因为嘿，比如讲伊20世纪的时阵嘛是有足侪诶问题啦，安尼讲，嘿，比如讲冷战时阵伊去心早啊，啊，还有嗯台湾啊，等等等等。毋过咱先来讲，就是以一个观众来讲，伊21世纪的 BBC 伊的效益有几个？嗯即个就是大家拢知影，就是伊就是爱负责提供品质良好诶即个节目含新闻，相对嗯公平公正，互其他诶电视台来做一个良性诶竞争。嗯，因为伊是税金咧支持诶嘛，伊嘿，就毋免去追求即个商业价值含即个收看率，伊会当嗯嗯嗯去做一寡较有实验性诶，也是讲较少人咧关心，毋过最重要诶题目。嗯嗯，啊，相比来讲，我感觉公司呢嘛有做一寡遮诶代志。嘿，啊，比如讲，因定定爱做啥物，人生据点，就是迄嗯种较短诶影片啊吼，讲一嗯哼，个故事，啊去关心一寡无人去关心诶议题。啊，嗯哼，过来就是伊诶网络诶资源，尤其是 BBC 吼，有一个网站叫做 BBC Education 教育，嗯，伊有针对无共年龄层，比如讲4岁以前，含5岁至16岁诶嘿，囡仔诶即个教育诶建议，含一寡活动诶即个 idea，比如讲 哇，Tiny Happy People，就是嘿嘿，我有咧看，伊是互4岁进前诶囡仔，伊就会讲，你要安怎带囡仔来读册啊，互伊吼。嗯哼，开始有即个习惯啊，嘿，啊，佫有比如讲落雨天要我都出门要安怎，会当伫厝里用啥物款足俗诶物件去带囡仔耍即个，比如讲涉水啦，耍即嗯个算数啦，拢是有嗯，有教育性诶即个方式去耍。嘿，啊，嘛是即个网站呢，伊会去推广即个双语教育，伊教嗯哼，因为英国就是一移民家庭嘛，对伊去对，教家长讲，你安怎去教囡仔，你会讲你诶母语。哦，嘿，伊佫会嗯，教育讲，恁若是讲你伫囡仔呢，你教伊双语，教伊母语了后，伊讲话较慢，等等，你毋通烦恼，迄种是正常诶。伊就是去做题安尼。啊，嘿，最后呢，嘛是含这相关，就是地方语言的推广。伊 嗯哼，BBC 伫即个 Wales 含苏格兰呢，拢有2、3个电台，嘿嘿，有单纯咧讲当地新闻诶，啊嘛有哦，用即个当地语言去做节目诶，开讲诶啊，嗯放音乐诶啦，等等。嗯嗯，甚至呢，佫有一个电台是要互想要学迄个语言诶人去听诶。哇，嘿，对，因为你用当地语言，你直接用家己去做节目，可能嘿，想要学诶人，无法度听对对对，遮明所以伊就佫做一个电台是讲简单诶，佫有讲一寡学习迄个语言相关诶议题诶电台，嗯哼，所以伊做甲足济安尼。哦。啊，你讲着语言的推广，我即个查资料才发现讲，公司有印尼、泰国甲越南这三个嗯，语言的新闻报道。毋嗯嗯嗯，那干若新闻尔，佮有面册的卖种业，啊，甲 嗯嗯 YouTube 嗯，的频道，大概差不多要10万订阅。所以我感觉这拢是嗯哼。对住伫台湾的移工也好，还是新住民来好，拢是一件足好诶代志。对啊，因为即嗯，件代志商业电台伊就袂去做即件代志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公司有啥物影响咱诶？就是根据检察院诶报告，公司诶市占率差不多1%。啊，毋过这敢若是有线电视诶调查报告，嗯，无线诶，佮有 YouTube 诶订阅，佮无算在内。啊，甲嗯嗯嗯，2023年为止，YouTube 诶订阅人数有差不多140万人，比进前加差不多嗯哼。100%。我感觉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可能有做一寡戏剧，因拢有摕着种吸引人去看，公司诶频道也好，还是
去订阅 YouTube 也好，我感觉这都有差。我咧找资料的时阵，其实有看到，但毋知大家会记得无？就是差不多21年的时阵，嘿，有一个公司的记者出来写一寡看新闻媒体试读有关系的一寡YouTube，伊佫有去写一寡文章，伊就有讲着讲其实无论是公司也好，还是 BBC 也好，因为小可安尼对袂着时代，因为即摆拢做即个短影片嘛，佫有嘿嘿，即个社群的嘛需要去发展哦，去增嘿嘿，加你的想看，嘿对。公司即方面呢，伊当时就有讲着讲，公司伫即方面呢就足无积极的，嘿嘿，所以我来摇啦，可能是讲了之后，即个公司呢就将无发现啊，就开始去冲伊的即个 啊，YouTube 的频道哦哦哈。哦哦，安尼嘛我是有可能，咧摇我毋知，嘿嘿嘿嘿嘿嘿。啊，差不多伫2024年第3季的收视报告内底，公司台语台的 YouTube 频道伫迄个季度增加差不多1万的订阅者，啊，总看的嗯人数有超过伫要到300万，伊的收益差不多80万台票，听起来较济。嗯哼哼哼，好嘿，好好，伊的小公司的订阅人数，小公司的就是和迄青少年伫看的，差不多有16万人。嗯伊这是占青少年囡仔的差不多4%的人数。嗯哼哼嘿，哼，除了咱以上讲的遮，其实公司制作影片伫国际上嘛摕袂少的奖。像嗯因哼哼，伫美国纽约的电视电影节，因就有得到一个娱乐节目教育类的金奖。伫同一个电影节的时阵，一个 VR 的影片得到技术类的影片制作创新铜奖。嗯2023年亚洲影艺创意大奖，伊着非剧情类上最佳导演奖。伊有一个节目叫《小路的选择》，伫加拿大着嘛是摕着一个电视节目的奖，这是亚洲唯一摕着即个奖诶。嘿，佫有一寡是印尼的加卡达嘛是有摕着一寡奖，所以这种诶一个，我就是毋知影一个会当互咱伫国际受到肯定诶电视台有啥物会互台语算？嗯。嘿。就是伊可能感觉这拢是无重要的啊，就伊这台这牛算，伊一开始是23亿嘛，台嗯23个牛算，到尾协商了后是减少甲2300万，毋过佫当差不多5亿个牛算，我感觉这真正是，虽然讲这个牛算听起来足济23亿。虽然嗯讲到尾有改，毋过公司下底有客人的电视台，佮台语台，佮儿少台，遮会落本的话其实无济呢。嗯，对啊，你看 BBC 比起来差40倍，嗯，嗯对啊，这嗯公司的电视看节目，其实我毋是电视啊，新闻啊，看节目其实我就较少看，毋嗯，过我看阮翁就介意看即个公司的剧，伊差不多5档前、10档前，要看台剧，佫毋是要看迄单恋爱的，竟若有公司有尔。哦，好，嘿，所以我家己嘛诚介意看即个客家电视台的剧，我感觉因咧拣迄个剧本拣足厉害的，嗯哼，拣足好诶，嘿嘿。毋过其实嗯哼，即满我受着上大诶好处呢，即个公司诶上大好处就是即个台语台诶节目，因为我家己嗯，若是要累积即个单词量含台语诶即个语感，我拢爱去看即个台语台诶节目。啊，嗯，阮查某囝若是讲伊要插要看即个电视，
吼，嘿，我就会当放这台语来学即个囡仔的节目互伊看，嗯哼哪看哼，哪学台语。啊，因为伊内底有哦，无共年龄，无共即个口音的即个声音，对嗯学即个嗯，语言是足有帮助的。阁有一个哦，我想要讲的，就是比如讲台湾的即个电视的产业啊，嘿，无算足熟，无算足熟的。所以呢，你有即个公共电视台来去会当去做一寡较实验性的物件，嘿，你就会当去，就是练功啦。你著即个产业哦，嘿内底的人，嘿嘿，就有一个所嘿嘿，在去练伊的功，对毋对？嗯，比如讲，台语台节目毋领是观众咧学台语，其实嗯，你会发现讲，伊的节目慢慢去邀请一寡 YouTuber 啦、少嘿，年辈的人啊，嗯嗯嗯，也是讲台语无遐练转的人，因拢会去邀请因去上节目，也是去直接去主持。即个哦，当中因着练台语啊呢，嗯系啊。嗯，所以这我是感觉是，诶、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必须爱伫遐必须爱继续运作的原因啦。啊，嗯，真正嘛有人咧讨论讲，公司即马公司一个台分着9亿，啊3台分着20几亿嘛，对毋对？嗯哼哼，嘛有人讲应该一台都要100亿互伊去做。嘿，对，啊，毋过咱来讲转来，就是咱来讲，因为拄则拢讲好诶部分嘛，对，啊，即马嘛来讲伊诶问题。啊，其实呢2、3当前，BBC 嘛有堪公司差不多诶问题，就是嘿，有人讲伊对袂着时代啊，嘿嘿，节目足老诶啊，无人要看啊，少年辈无要看啊，啊，佫有讲着即个，比如讲即个社群诶问题啊，因无咧用即个社群，无咧使用社群。啊，嗯所以因遮堪啊，佫有 Netflix 会出现，吼，嗯，去佯佫有电影片会出现，去冲击对，着即个传统媒体嘿，会收看，嘿，吼，这拢是。毋过我感觉即马即几冬啊，我嗯，毋知 BBC 啊，因为我毋是个 target audience。啊，毋过公司来讲啊，伊伫即个就是叫做毋是传统诶媒体内底，我感觉伊可能嘛有可能我伫即个公文站内底，我感觉伊有做了袂歹啊。嗯，对，啊，再来佫有一个大概批评，就是即个组织诶，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就是组织僵化诶问题。因为嘿，比如讲 BBC 是一个百年老店嘛，所以对，伊一个管理上啊等等拢有一寡问题。啊，听讲即个 BBC 呢，就是因为安尼着请足侪老员工走去，请即个老员工走诶。嗯，哼哼哼哼哼。哦，因为伊想要有新的物件入来，啊，伊感觉这个老嘿，员工哦，原来是安嘿，对，尼，啊，嘿啊，就是有嗯，即款诶问题。嗯，哼啊，哼哼哼，我感觉至少公司台语台伊新诶节目有去考虑着无共年龄层诶人，啊，有嘛嗯，有请一寡少年人咧看诶名星去上节目，也是嗯讲去嗯嗯，主持。哼哼哼，即部分我感觉伊有做出一寡改变。啊，毋过长哦，期来讲嘛是搁爱看，对啊。哼哼哼哼哼哼，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3、4当前，就是我拄则讲诶即个公司诶记者吼，对，又出来讨论讲公司诶，伊因为即个公众电视台诶存在有一个足大诶目的，就是爱提供好诶优质诶即个电视节目含新闻，对，互其他诶竞争者会当做一个良性诶竞争。啊，毋嗯嗯，过公司问题是 BBC 可能有法度，啊，毋过公司诶问题是公司诶收看率伤低啊。比如讲哦，你拄则讲伊市占率1%对毋对？对对对，安尼你做足好诶节目，无人插你啊，因为无人看啊。嗯哼哼哼哼。其他诶电视台继续去看因诶行车记录器啊。所以对，所以就讲毋过你讲着这个
行车记录器真正是啊，对啊，所以就讲啊，就根本无法度造成即个影响的即个问题啦。啊，毋过嗯对，这我都毋是我的专业啊。毋过我感觉伊着头拄仔讲的市占率，我伫揣资料的时阵，伊是有讲伊的市占率有提升啊，伊无讲伊无真正的数字讲是提升偌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伊嘛出一个叫公司 Plus 的，所以就是我感觉有一寡较少年辈的人，当伫用即个平台伫看。嘿，我应该爱安尼讲。我先讲我用公司 Plus 的经验，嘿嘿，伊速度就慢。哦，真诶。嘿，对，毋是跟因为一般的 Netflix 比咯。哦，真诶，所以毋是对，因为毋是因咱为我偷用 英国诶网络 VPN，较慢。毋是，毋是。对。哦，毋过台湾佫有另外两个平台，一个是迄个中华电信的即个哈密 Video，含远传的即个 Friday，所以嘿，有一寡人可能会为迄两方面去看即个剧。哦，嘿，有一寡公司的剧伊嘛会卖互即个 Netflix，所以等于即马拢变足多元的啦。哦，对啊，所以你可能嘛较歹去计较即个收看的即个人数哦，的问题。对，因为嗯是我看，我甲阮翁做伙看啥物啊？像是《比海价》吗？嗯哼哼哼，是伫 Netflix 看的吧？对对，对，嘿，就是有一寡好诶节目。伫 Netflix 顶悬拢揣着，阮着拢伫遐看，因为阮无嗯，系啊。对，我伫揣资料的时阵，伊是有讲着讲，因为这是阁有网络平台诶关系，所以伊即个市占率嘛足歹去查。嗯，嗯嗯嗯，嗯，对啊，所以我感觉，可能对单有顶迄款诶人来讲，遮个节目对伊来讲，伊无要伊啊，伊著是想要看行车记录器啊。啊佫有伊嘛无，伊可能嘛无想要讲台语啊，无想要讲即个原住民语，客语遮。客语，嘿，所以可能这无伊诶议题对伊来讲嘛无要义，所以当然嘛感觉讲公司对伊来讲就是有啊无拢无差。当哦，然嘛无感觉讲伊需要去开钱来赞助即个电视台。毋过我想要讲就是因可能你会当无关心遮个议题，毋过我感觉你爱若是想要台湾有一个健康诶即个媒体诶产业。嗯，我安尼我感觉你会当继续去提公司，因为因会当去训练即个产业内底诶人员，去做一对，寡较趣味、较无共诶代志，去做一嗯，寡较新诶即个较创新诶代志。好，对整体诶即个产业，我感觉是健康诶，所以对，所以感觉今日结论呢，就是我只我感觉公司电视台会当摕到较济诶有算。对，恁是我感觉伊诶节目就是一寡较娱乐款诶节目，伊请诶主持人嘛较新啊，袂受安怎看拢是迄几个。对对，对，就是伊会我毋用心诶人，免多谢。这着差足济啊。对，比如讲迄个 Talk Show 台语啊，伊就请对，迄个 Sandy，我感觉哦，效果袂对，歹诶。对，嘿，嘿，好啦，安尼我感觉今日的比拼就差不多到安尼。我感觉逐个当讨论者，其实台湾伫公司面顶囥诶钱已经算是足足少少啊，啊。对，嘿，你拜托可怜一下，互阮较济钱诶。因为台湾诶，毋是敢若电视尔，台湾诶故嗯，事爱互台湾人家己家己写，讲。对，对，家己写嗯。家己讲。嘿，公司是咱摕转来咱诶即个话语权诶一个方式。
对啊，我搁想要讲一个代志，因为之前有一个喙花手咧讲有啥物要拍遮个历史的剧，伊感觉这做无必要诶。啊，毋过你看迄个韩国就是拍出者，因就是一直伫练啊，因直直讲因家己诶历史，讲因拍因家己诶历史诶片，所以因才会当愈在地愈国际嘛，对无？拜托诶，韩国这含毋是含啦，就是足厉害。因啥物单段来的剧内底拢有插历史呢？对，我感觉最厉害，所以我感觉这是，就是你就是爱尽量有遮新的无共款的剧，啊有一款历史剧，互大家去讨论嘛。不管你感觉这是毋是正确，你只要若是演出来，就是会有人去讨论，对无？对对，对，所以感觉嘿啊，大家真正爱好啦支持一个，嘿啊，对，好，安尼今日我感觉就差不多啊。对啊对啊，安尼希望用即个国外的例呢，互大家来看看咱的公司是啥物款的状况。安尼其他的呢，咱就祝福大家会当即个把命成功。对啊，好，对啊，所以今日咱就爱有到遮，决心，祝大家对把命成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游乐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来对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游乐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今日你遮顶讲歹势，你还袂起吼？对对，我匆匆蹦蹦的，是赶时间。好。